大家好，歡迎收睇扭計骰，我係細路。今集要講嘅係紐卡素主場作客之謎。如果你係球迷，相信都會有一種感覺，係球隊聖詹士主場出擊嘅時候，着翻黑白間波衫，永遠打高一班波。但係近年作客見親球隊着呢件綠色作客波衫都表現一般。究竟作客跌窩係咪純粹一個迷思？對其他球隊嘅影響又有幾大？所謂嘅主客場實際嘅分別又係咩？點樣影響到今季嘅表現？今集同大家拆解呢個主場作客不解之謎。事不宜遲，我哋開始。為咗證實主客場有冇真係影響成績，會用賀為完整執教嘅3年球季，即係22至24年嘅英超數據為計算，加上其餘16支冇降班嘅球隊做對比。由於每季主客場各踢19場，所以只需要比較主場同埋作客3季拎到嘅平均分就知結果。數據顯示全部球隊主場表現都好過作客，而紐卡素平均每季主場比作客多12.3分，排全英超第3，僅次利物浦同維拉，證明球會的確係英超最受主客場影響嘅球隊之一。順帶一提，最低分係3.7分嘅般尼茅夫，反映球會主場同埋作客拎嘅分數都差唔多。跟住落嚟講下紐卡素近3年主客場嘅表現。當中有個好有趣嘅發現，就係紐卡素近3年主場拎嘅分都接近40，證明主場表現相當穩定。相反，22-23年賽季因為作客打得好，拎到32分排第4，之後嗰季要雙線作戰，作客大幅跌到20分，最後排第7，緣盡歐洲賽。上季因為作客成績好，有28分，所以上返第5。結論係主場想拎高分，需要有更大突破贏強隊，而作客表現幅度大，而且有好大嘅進步空間，證明紐卡素嘅排名好大程度上受作客嘅成績影響。如果每年都大概主場繼續拎40分，而作客能夠保持同樣嘅水平，咁80分絕對可以排前列，成為聯賽嘅有力競爭者。睇完數據就逐一講下所謂主場優勢實質代表啲咩。因為主場同作客係同一個，但係相反嘅概念，所以同時亦解釋緊作客跌窩嘅原因。第一個亦最有可能嘅影響因素就當然係球迷嘅支持。聖詹士公園作為全英超其中一個氣氛最好、球迷打氣最熱情嘅球場，球員當然會受呢一種能量影響。基本上圍繞球場最近嘅位置全部都俾晒主場球迷。球迷着住波衫入場吶喊助威，球員自然會有信心同埋有動力落多兩錢肉緊去跑去逼搶，希望贏波，唔想令球迷失望。拿修斯最近亦有講，主場球迷會俾多5% 力量佢哋。相反，根據比賽條例嘅要求，球會只需要提供3000個座位俾客隊就夠。而家嚟到聖詹士公園嘅作客球迷亦會安排喺球場東面較高嘅位置。作客球員嚟到聖詹士都會受到好大嘅壓力，例如拎波嘅時候會聽到特別嘅支持聲，開界外球同角球都會聽到球迷嘅友善問候等等。反之，紐卡素球員去到其他球場都會受到同樣嘅壓力。一個專業嘅球員就唔應該受場外因素影響，但球員始終都係人，從而影響表現，相信亦無可厚非。另外一個關鍵因素就係交通。紐卡素位於英格蘭嘅東北部，而大部分嘅球會都集中喺南部同埋中部，地理位置令紐卡素幾乎每場都要長途跋涉，坐飛機舟車勞頓所花費嘅時間必定會比其他球會多。相反，球員主場就當然冇交通嘅問題啦，但其他作客球隊嚟到紐卡素，球員因為付出額外嘅交通時間出現疲態，導致專注力不足。或者通勤時間過長，出現肌肉繃緊，從而影響比賽表現，亦都不能忽視。雖然係2年前嘅數據，但紐卡素嘅球會距離冠絕其他英超，每季差唔多9000英里距離先能夠到達每一個球場。基本上除咗作客新特蘭之外，去其他球會都要坐飛機，所以理論上紐卡素喺交通呢個因素係最蝕底嘅。不過唔計新特蘭，第2名係位於最南嘅般尼茅夫，但數據反映佢哋過去3年主客嘅影響係全英超最細，呢個可以係紐卡素值得學習嘅地方。
貴為前般尼茅夫嘅教練名宿何為唔知有冇向依家嘅教練伊拉奧拿請教呢？雖然好難得到球員們嘅口中證實，但每次客場都要額外花費幾個鐘嘅交通時間，相信影響必定存在。仲有每一間球會都要面對嘅問題，例如係裁判嘅偏見執法啦，受到球迷同埋球會嘅壓力，從而偏向對主場有利嘅判罰，或者係球員對球場嘅熟悉程度，例如係場地嘅大細、更衣室、草地質素、燈光、廣告板嘅位置等等。另外仲有戰術上嘅考量，例如主場踢法偏主動，而作客就偏保守等等。呢啲因素五花八門，有啲就無可避免，有啲就係教練同埋球員嘅責任。有球員可以完全無視場外因素，亦有球員比較敏感，非常注重細節，影響可以話係因人而異。跟住落嚟討論翻今季英超嘅表現。先講主場，踢咗5場，贏3場，平均每場入 1.6 球，贏到應該贏嘅賽事就唔多講啦。之後集中講作客，亦係大家今季比較關心嘅問題。當中有個好有趣嘅發現，以往作客控球比率會比主場低幾個 %，因為戰術保守偏向防守打反擊。例如3年前打入前4，主場控球比率係54，而客場只有51。但今年暫時主場控球比率只有47，而客場就高達55。喺控球率上升嘅情況，理論上應該能夠創造更多嘅入球，但今年實際入球平均每場只有 0.5， 證明球隊仲未熟悉打陣地戰。今年翼鋒表現飄忽，突破能力又唔高，好多時候只係喺後場度猜嚟猜去，未係好有效咁撕破對方嘅防線。而對手都知道依家嘅紐卡素持球進攻威脅唔大，有意無意咁讓出控球權俾球隊進攻，加上高壓逼搶等球隊犯錯打反擊。另外有評論分析今季嘅防線切得比以往深，加上作客逼搶不及主場，主場嘅時候有氣有力傾向人盯人防守，但作客只能夠維持區域性嘅防守，令對方更容易策動進攻入禁區，從而轉化成入球。作客無論係進攻同埋防守表現都不及預期。何為亦承認球員喺作客比賽嘅時候欠缺信心，導致落敗。總結嚟講，紐卡素嘅表現好大程度上受主客場嘅因素影響。紐卡素嘅主場之所以打高一班波，係因為聖詹士公園球迷氣氛熱烈，球員有自信，對戰術執行度高。但作客嘅時候需要舟車勞頓，得唔到球迷嘅支持，令信心不足，導致戰術執行度低，犯錯多，令表現不及預期。解決方法亦只有球迷透過各種渠道繼續支持球隊，最大程度上去維持主場嘅優勢，同時球員提升心理質素，維持狀態，以及教練平衡各種利弊，使用合適嘅戰術，務求令到作客影響減到最低。如果紐卡素要成為英超嘅有力競爭者，就必須解決作客唔穩定嘅問題，學識點樣帶住主場嘅優勢喺作客發揮同樣嘅表現。祝福紐卡素無論主客場都踢出水準。好啦，今集講到呢度，下次見。